Hello，歡迎嚟到 Phoebe 嘅綠色不間日記。呢個呢係我第一期嘅 podcast。咁喺呢個空間呢，我會分享同素食啦、畫畫啦、大自然啦嘅相關趣事，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溫暖同埋唔一樣嘅視覺。首先同大家講下呢次義工嘅機會係點樣嚟㗎啦，真係超有緣分。因為呢，我上星期六搭巴士去東涌，準備去教小朋友畫畫。車上呢，喺我右手邊隔離，剛好呢就有一對男女就用英文講緊關於牛嘅事。咁嗰陣時呢，我有諗緊去計劃創作關於大嶼山物種同牛嘅一啲畫作同故事，所以呢，一聽到呢個話題就即刻有興趣。就鼓起勇氣上前要咗女士嘅聯絡方式，後尾先知道嗰女士竟然係香港牛物種保護協會嘅主席，從事保育工作已經超過40年，經驗非常之豐富。而且呢間協會係從2004年就開始做香港本土牛物種保育，係目前香港唯一一間定期為牛科動物提供前線保育服務嘅非政府組織，實在係太厲害啦！所以呢，喺星期日嘅早上9點，我就同義工隊喺石門甲停車場集合，攞完物資之後呢，我哋就出發到唔同嘅牛隻棲息地，負責餵草同埋檢查牛隻嘅健康狀況，都係我第一次喺香港嘅大嶼山環島，沿途嘅風景實在非常之正。第一站我哋就嚟到一隻叫小黑嘅牛，小黑呢係我幫佢改嘅名，佢身形細小，係黑色嘅和牛品種，但因為受傷俾牛群排斥，只可以獨自進食。更心痛嘅係佢嘅屁股俾蠅蟲感染，唔處理就越嚟越多蠅蟲。要食大嘅傷口，呢個就係食大咗個傷口咯。哦，明白。咁佢就可以喺度產卵。係。咁所以我哋就要凡係呢啲咁嘅 open wound 咧，我哋都要處理嘅。嗱，而家啲蟲爬緊出嚟啦，你可以睇到。係，睇下先。啊，見到啦，係啊，啲追蟲咁嘅。見到啦，係咯。牛係咁嘅情況嘅，即係如果係啊，多㗎，都多嘅，明白。一年都有10幾隻㗎，所以我哋做物種保育呢個就同一般做動物福利嗰啲就唔同啦。係，因為我哋要去主動去巡查佢哋，同埋我哋唔可以拎走佢，冇得拎走佢㗎嘛。係。咁所以按西嗰個工作就好 heavy。所以漁護處又都覺得，我哋做物種保育咪咁樣要按西。係㗎，而家牛隊就唯一一隊係要需要醫動物嘅獸醫隊。哦，明白。佢做埋醫療嘅，即係好似你依家呢個。係啦，呢啲而家開始佢哋願意接受按西去 treat 佢，以前就係捉走佢㗎。啲傷口就好普遍㗎。點解佢會嗰個屁股係會咁？所有大貓狗都係啊，所以冇溫血動物，我哋叫做溫血動物就係啲。吸血凝蟲嘅宿主。哦，啲凝蟲會喺個 pat pat 度嘅。咁有一種凝蟲咧，佢就好大，佢咬落去咧就有個窿仔嘅。咁個窿仔咬到，如果流血嘅話咧，其他嘅細隻呢個凝蟲就都可以入去。係啦，都可以入去。明白。咁佢就一齊食大個傷口。凡係呢啲牛咧，都係因為佢年輕嘅時候咧，中過一啲牛流感。咁嗰啲牛流感咧。嗰啲個病毒咧就會攻擊佢哋個軟骨同埋啲 muscle 嘅，尤其是最喐得嗰啲部分。咁佢攻擊嗰啲部分嘅內傷咯，你叫佢做，即係啲病毒去攻擊佢嘅時候，個身體就會產生一啲封印佢嘅化學反應，咁就令到佢會要整死嗰隻病毒啊嘛。咁所以佢哋就會留咗呢啲 scar， 即係呢啲 internal scar 喺個佢哋俾佢攻擊。第3站呢，就嚟到塘福沙灘。
咁喺我嗰度呢，我就見到水牛同埋黃牛呢係和平共處嘅畫面。咁相對嚟講呢，水牛嘅個性呢係比較心急同 aggressive 啲嘅。咁睇到佢哋互相互動嘅樣呢，真係非常之有趣。成個餵草嘅過程呢，我哋會刻意將草放喺唔同嘅位置，目的係鼓勵牛隻自己覓食，避免佢哋依賴人類投餵加工食品或者係垃圾食品。咁樣呢，先可以保護佢哋嘅消化系統。而家比以前安全好多啦，以前就係驚俾人捉咗或者俾車死，或者係受咗傷自己匿埋咁樣。即係而家我哋已經知道佢大概個 establishment 係點樣，咁就另外嗰兩隻唔見咗嘅應該係離咗隊，佢哋慢慢會翻嚟嘅。後來我先知道，我哋服務嘅呢啲牛群都係協會嘅護牛巡守隊長期關注嘅對象。自2014年起，協會通過介入護牛工作坊，培養咗超過百位嘅專業義工，每月輪流喺13個牛群嘅棲息地，包括大嶼山南9個牛群、城門郊野公園、西貢郊野公園，仲有塔門島嘅黃牛群，範圍真係非常之廣。咁除咗喺塘福沙灘之外呢，我哋仲經過大澳啦，仲經過昂坪嘅蓮池寺同埋石壁監獄，呢啲都係我喺香港從來未去過地方。跟住阿 Loy 同埋義工 Daniel 嘅帶領之下呢，我就好安心遊車河同埋沿途去欣賞唔同嘅風景，去了解牛隻喺香港遇到嘅困難，同埋環保團體組織喺幾十年嘅倡議同埋政府嘅立法修例嘅一啲進步同埋態度都持續咁改善。第二個部分呢，我就學咗好多唔同嘅水牛嘅相處知識啦。咁呢次嘅義工呢，令我學咗超多嘅專業知識啦。首先係動物保育嘅細節，原來牛隻喺野外流放之後呢，長期累積嘅食物問題會影響健康啦，甚至有一個比較嚴重嘅例子呢，佢哋係會食好多人工或者垃圾食物呢，令到佢哋嘅胃部冇辦法再進行任何嘅消化活動，令到佢哋最終呢係白白咁餓死嘅。所以呢，阿 Loy 就提醒我，如果見到人喺戶外呢、郊外露營嘅時候，都可以進行提醒啦，準備好回收嘅食物，帶走自己嘅垃圾，就可以減輕大家嘅負擔，都可以保護自然環境。仲有一個好特別嘅一點啦，義工呢就提醒大家盡量唔好使用郊外嘅垃圾桶，因為香港嘅清潔工呢，大部分都係7老80嘅老人家，體力有限，處理大部分嘅垃圾都好辛苦。呢份工作呢，即使係年輕人都未必係願意加入，所以想像下，如果我哋有同理心嘅話呢，咁露營完畢嘅時候呢，都可以記得帶走自己嘅垃圾，喺城市嘅垃圾桶呢先至進行棄置嘅工作啦。咁可以減少大家嘅工作負擔啦，又可以保護自然環境，呢啲都係我之前冇諗過嘅野外小貼士。其實呢，協會仲有8個好詳細嘅公眾注意事項呢，係值得大家一齊去學習啦，幫助野外牛隻擁有更健康嘅生活。第一係保持野外嘅乾淨啦，同埋安靜嘅。野生嘅動物嘅聽力非常之靈敏啦，但係視覺呢相對上比較弱。人類呢出現已經俾佢哋嘅部分嘅壓力過多嘅壓力咧，可能引發咧佢嘅防衛反應，所以為咗公眾嘅安全同埋尊重自然咧，保持戶外嘅平靜啦，同埋潔淨都係我哋嘅責任。咁第二咧就係禁止投餵人類嘅食物，牛隻靠氣味去辨識物件啦，包括係人類嘅食物，例如係蔬果、水果，都係佢哋記得嘅味道。咁佢哋喺平時摷垃圾
嘅過程中咧，會揾到啲食物殘渣或者係包裝，呢啲都係佢哋依家會進食嘅一個食物來源。我用嘅方法。咁咧，香港目前獸醫嘅資源好難以去處理牛隻唔食塑膠嘅問題，所以咧，如果有人係投餵牛隻嘅話咧，大家都可以阻止佢哋，同埋解釋點解要唔好俾佢哋咁做。好，第三咧係保持15至20尺嘅安全距離。遇到牛隻嘅時候咧，要保持適當嘅距離啦，咁可以分離雙方嘅味道。有啲氣味咧會令牛隻咧感到好緊張啦，所以咧我哋都唔好摸呢啲野生動物，避免去引發佢哋嘅防衛反應，傳播寄生蟲，同埋導致母牛冇辦法認領呢啲帶有人類氣味嘅小牛。第四咧係應對兩大嘅生態災難，第一係垃圾災難。郊野垃圾桶咧，好容易被誤以為係可以及時清理，偏遠嘅地區垃圾桶咧都好難以清潔，所以咧大家都要帶走垃圾去市區處理。第二係沙漠化嘅問題，疫情之後咧，郊野嘅人流大增，牛隻棲息地被過分咁踐踏，導致沙漠化，所以咧我哋都會建議去額外攞水去灌溉啲牛糞啦，同埋咧第二。所以我哋會有兩項建議啦。第一係攞水去灌溉牛糞，可以幫助微生物佢可以幫助土壤微生物復原嘅。咁其次，第二，露營前去濕潤草地咧，結束之後再淋水咧，可以保護草根。好，第5個 tips 就係路上遇到牛嘅時候咧，要保持冷靜同耐心。開車嘅時候遇到牛隻，可以緩慢咁行駛，等待佢哋離開。牛隻都會識得尊重公眾空間，只需要幾秒，過去嘅牛隻咧都會為村民開闢安全嘅路徑，同埋尊重佢哋使用道路嘅權利。第6係拍攝嘅時候禁止用閃光燈。拍攝牛隻嘅時候咧，需要保持20尺嘅安全距離啦，都唔好用閃光燈，避免去驚擾佢哋喎。好，第7，遇到牛隻意外同埋及時通報，發現牛隻受困、受傷同埋死亡咧，請大家都開啟手機定位，拍攝清晰嘅相片、影片，記錄佢嘅特徵、傷勢等等，立即去撥打相關嘅熱線81036312咧，去等佢哋喺安全嘅距離等待支援啦。並喺安全距離範圍等待支援，並喺安全範圍裡面等待支援。好，最後尾咧就係遵守動物嘅法例保護。根據第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虐待、激怒或者係驚嚇動物咧係刑事罪行啦，最高罰款20萬同埋監禁3年。善待所有生命咧都係香港合法嘅價值觀。咁呢啲事項咧就係適用於所有嘅郊外地區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 share 出去，等更多人知道點樣同野生嘅牛隻和平相處啦。最後尾，我嘅體驗俾我最大嘅震撼同埋人同物種嘅和平相處。喺香港，從耕種時代轉型到服務業，棄養嘅牛隻依然喺呢片土地生存。我哋應該點樣讓佢哋嘅健康發展而唔受到衝突呢？睇到小黑被排擠嗰個孤獨咧，同埋唔同牛群嘅互動，我再諗到清潔工嘅辛勞，我深刻咁體會到每一個小行動都會影響身邊嘅生態。大自然無私嘅力量真係好神奇。牛隻唔單止可以滋養草地、幫助耕種，仲可以參與環保嘅建築、降溫、淨化同埋造紙，係喺印度嚟講係好神聖嘅動物。但喺香港，佢哋處境就一啲都唔容易。呢一次嘅義工經歷就好似打開咗我對於宇宙嘅一個大門，令我對生命有新嘅理解。生命最害怕嘅唔係死亡，而係因為畏懼而做出破壞、殺害、污染等違反生命嘅行為。如果大家星期6日得閒，我都好推薦大家加入香港愛護水牛協會做義工，進行呢個半日嘅環島，可以感受大嶼山嘅美景，又可以同牛義工之間交流，唔需要太多嘅金錢，
就可以喺自然裡面感受到生命嘅感動。下一次我就會分享更多寫生嘅技巧，同埋一個大自然筆記，等大家都可以喺日常之中將呢啲珍貴同埋喜樂嘅經驗轉化成畫作同埋詩句等等。睇完呢條片嘅大家，咁我哋下次再見啦！留言、轉發或者俾一個 like， 順便可以撳下呢個鐘仔。咁下次第一時間有任何嘅義工活動，有任何嘅感想或者係經歷，我都好想第一時間同大家分享。希望呢條 podcast 可以鼓勵到大家攞起畫筆，走進自然。我哋再見，拜拜。